高雄市议会今仔日开始来开会，市长韩国瑜率领着市府团队拜会国党团。这个开会期间，市长敢会请假来拼选举呢？韩国瑜无甲话讲甲真棒，讲若确定要请假，会甲大家报告。 高雄市议会今天开议，除了市长韩国瑜呢要列席开幕式之外呢，还有一项重点就是要到各党团的办公室进行拜会。甲无党籍联盟议员阿手韩国瑜先到国党团拜码头，来到民进党团这边，双方先客气一下，所来到。这个会期，市长是袂当如期来议会接受议员的质询啦，会请假袂啦？这个要请假一定甲总召甲民进党团一定买报告啦。 顶面讲无即款规划，即马有较保留，双方如果将战场转到市长庄志顺，敢有法度准时下班？这个时间你去登记了，而有20个议员没办法去执行到市长或者其他局处的这样的一个业务，那你说这个开民主倒车，那还要议会干什么6都的情况在议会的时间，通通调出来比较一下。好，我觉得第一尊重，第二参考一下6都。 立行议员用6都做比较，看在隔壁县市间来预算拢心加3个半暝，想要准时下班，可能无法度。除了北韩之外，其他的国家的议会应该都没有准时上下班吧。立行先拍开战场，表面上大家真和好，双方的言谈却是针锋相对。庄志顺要来高雄市议会，即摆已经会使闻到真高的火药味啊！